看屏东有3个爬山的民众因爬大武山，结果有一个查某人无细里跌倒，摔断骹骨。消防人员去抢救，先将伊抬到山庄过一暝，昨透早8点外派直升机载落山送病院。 救援直升机停伫天顶，救援人员甲锁仔固定好势，豆豆甲受伤的妇人吊起嚟，准备甲载落去山骹送病院。这件意外发生伫2月，3名登山客咧爬北大武山的时，一名56岁姓罗的查某人伫步道大约6公里处跌倒，正脚骹目若像摔断去，伊意识清楚，但无法行路，随通报消防单位救援。消防局立即派遣特搜、泰武、来义共4车8人上网救援，评估意识清楚。 由人力搬运后送至快谷山庄。救援人员到现场已经暗时，先检查这名妇人的伤势，确认无法度家己落山。救援人员先用爱的，将伊爱到快谷山庄过暝，嘛向消防署申请直升机救援。2、6透早，直升机对高雄机场起飞，伫8点半左右顺利将患者载落山脚送病院。消防局提醒，北大武山属于高山地形，且土地湿滑，民众爬山时 需注意安全，且结伴同行。消防局提醒民众，爬山进前爱先评估家己的体力，因为关山的气候变化紧，山路嘛较湿，会当穿防暑的鞋仔，招攀做伙，避免发生意外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